再來看這高鐵要去到宜蘭這案呢，前行政院的職位張景心伊是無認同的，所以話要退出民進黨，甚至閣要出來選縣長。也毋過伊今日這態度煞大轉變，講伊無要退黨，嘛無要參選啦。而且伊認為講這案會當用公投來解決。繼續對高鐵這個問題，我會繼續持續關注。但換不着我跑去找選什麼縣長，那在害我哈。行政院正式核定高鐵延伸宜蘭案，後前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心上起宣布，對今仔日開始退出民進黨，閣放調講未排除要遷戶口選宜蘭縣長。不過28態度大轉變，確定無要選宜蘭縣長，強調家己是反對高鐵案，毋是反對民進黨。退黨只是氣話，目前會勞動觀察對宜蘭高鐵的議題，嘛支持推動公投。那你本來要解決東部宜蘭的問題，就是他那個雪隧塞車啊。它高速公路塞車啊，小汽車塞車啊，所以你要用哪一個厲害的武器來取代它？結果你選了一個看起來很厲害但是它沒有用啊，就隔壁行靠買導遊呢，你感覺塞面子，對不？都騎腳踏車就好啊。張景心閣講支持台北市長蔣萬安針對食安問題提出來禱告議題，認為行政甲立法都已經甲死角無法度運作，改組無的確會用化解。總統嘛有機會會當擴大執政的基礎，納入各方的勢力，紅統掠外攏會當納入新政府。只要排除掉紅統勢力以外，統統把它納進來這個政府，那你這政府就擴大了支持度嘛，擴大支持，所以這對總統來說是一個機會。僵局就使得這個國家空轉，沒有辦法運作。台灣做這個也好，做那個也好，就是不能不做事。張景心認為，禱告無一定干那是政治鬥爭，嘛會用是憲政制度提供的一條正當的民主出口。既然現有的國會無法度有效治理，就應該定改選，讓人民定決定國會組成，建立新的民意基礎，討開這個局面。記者綜合報道。